囡仔伫细汉的时阵，若是受到直系血亲的家庭暴力或者是性侵，大汉了后，加害者要适当以直系血亲的这个身份，伫免经过受害者的同意的情形之下，调户口资料，知影受害者住伫咧倒，继续该骚扰。为着要阻挡这种情形一再发生，卫福部按算针对家暴法来修法，限制去互法院判有罪剥夺侵权的加害者，袂当调户口资料来看。 真侪家庭暴力加性侵害的案件发生伫咧被害人做囡仔时阵，加害人是直系血亲，社政单位甲被害人安置好势，一直到被害人成年，家己会当独立生活了。加害人则因为直系血亲的身份，会当无经过被害人同意，就调或者停本，这样伊住伫咧倒继续私了。卫福部针对这个问题，将会进行修法，限制法院判定有罪剥夺侵权的加害人，不会调或者停本。定还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指标、一个标准出来，演绎的一个方向，就是希望能够判决确定，或是被剥夺侵权哈，这种比较明确。严过公民团体认为，有部分的家庭暴力性侵害并无正式司法程序，建议用专家学者的专业评估报告来做引用的依据。另外，这边修法对社会性暴力立法，卫福部决定性暴力专法，对刑法、性侵害防治法等作为性暴力司法。 进行修法，修法相对的是行政立法部门有这个默契的话，相对是快的。那我们当时确实也想要赶快让这个被害人保护的这个部分能够尽快有法院的依据。第一线社工在他们第一个就是这个法律的这个适用上要很钻研、很研究一下子，才知道说哦，当我处理被害人的时候我是用什么，当我去刑事告诉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或者认为对社工甲民众来讲，一件案件。 可能涉及到几多条法条，在执行上相对较复杂。建议这4项法条的修正案实施1年了，结果再依照实际执行的情形做调整。也那修正案已经提交予立法院，相信这礼拜会伫维权委员会进行审议。记者综合报道。